回家吃团圆饭。来加班了。我在里头饰演的是婆婆，就是苏林彩香，她有很多面，她有很多好的一面，但也有很多小奸小诈的一面。这样，今麦写怪我哈。我伫这栋我的大间内遮尔古厝内底，甲是叫做法柜。啊，法柜是一个足调定足秀景的人，他就是在曾赫斋里面，唯一对曾赫斋不离不弃的一个师傅。CEO 是我演过最做自己，很有想法，很有主见，然后甚至到有一点泼辣。对啊，还是喜欢 A 你看他在跟你对戏的时候，你真的有一种这个人就是我媳妇哎，你就是这个跟我硬脆硬挤，就是很常跟我婆婆妈接的一个人这样子。如果我是小欧，我真的觉得他太白目了。对，小欧真的太白，小欧真的太白目。如果做小一点呢？不是这么小，比这个再大一点，但是又不是像你的脸这么大。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私底下，她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婆婆的样子。我觉得心玲姐是一个很温暖的老板娘，有一个大家长的感觉。传统母亲的形象，我是他媳妇的话，我应该很幸福吧？就是这么体贴，然后这么温暖的一个婆婆。飞踢菱角。到时我就甲记者讲哦，讲我为着嫁死你哦。转倒转甲手歪去，记者就会写讲兄妹不和。我没有，我转过。导演，这个点子很好。哇塞，这很深奥。算了，这一题跳过好了。真拄好，阮就是迄个你讲的姓苏的笨手。我就是苏家的老大，这位是老二，这颗是老三。这位就是你拄才讲的死后巴桑。我是讲，伊是东东金好家的头家娘本人。本人。我在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里面饰演的是大哥苏秉忠，这个人胆子小，但是又好色。但是呢，在兄弟姐妹、在弟弟妹妹的前面，又要装出一副我就是大哥，你们都要听我的。但是在太太面前，他又没办法，回归到一个小男人的一个角色了。你已经把自己端得跟马祖一样，你以为你是神啊？要把你供在神桌上拜吗？从开拍到现在，唯一一场像个男人，像个男人。就让你当一次男人。其实我感觉阿豪吼，伊是一个足简单的人，伊敢若想要讲吼，互厝的人过好日子，希望伊的查某囝会使出头天啦，伊就想讲要想办法出名啦。就用这些投机取巧的方式，他就是一个很小的人，就是很喜欢捉弄人，然后想一些鬼点子，但其实大家都很受不了。懂诶。嘿，我这都唔办啦。你唔免办啦，斗一百趁两百，斗两百趁400，你凊彩拣一项，拣啥趁啥。二哥和大哥他们一直笑场，一直干扰我。比人这个角色要非常颓废，然后他对爱情观是没有固定的伴侣，他在里面都是身体借过一下的伴侣而已，所以他在里面女伴是一直换。然后我觉得他是在这几个兄弟姐妹里面算是比较有一点点良知的，就一点点。啥油脂啊？你刚为别两顿啊，你讲要花油脂啊？你买爱哦？你嘛足咸的，我敢有坐列车。哦，油脂。我。佢无钱。